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我是林嘉义。台南白河17户南天宫在春节期间举办宝贝比赛，去年头奖是价值36万元的货柜小木屋，今年再度举办比赛，大手笔将头奖升级为66万6666元的现金。透过报道带您来看看，桌上这66万6666元，就是白河17户南天宫准备要在过年时作为宝贝比赛的头奖。庙方主委表示，去年的头奖是小货柜屋，但获胜的信众却将货柜屋回捐给庙方，所以将今年的头奖改为创业金66万6666元，而且这些奖金是由多位信众自由认捐。南天宫的方府千岁是没有花到半毛钱。咱旧年咱这个货柜是天价啦吼，啊旧年这个货柜吼就是挂着的人吼，过来捐献吼丰富千岁。我发觉讲这信徒大家吼真好啦，今年也搁用货柜啊，我惊还搁有第二个搁捐出来啦吼。啊丰富千岁吼是真正是要有这人来有这个福气吼，把这个钱砸等于发财啊。啊所以来改变吼，讲来用这个做大家来寄付遮，跋杯头奖666666啦吼，啊，搁来一个17名的6666，象征着阮17户啦吼，所以总金额就是779988啦吼，这是阮丰富千岁家己发挥吼，找来信徒大家来捐献的吼，啊，这个做拢无开着庙的半角银啦吼，啊，来阮来做17户南天宫丰富千岁遮点灯跋杯吼，这一年幸福满满啦吼，明知啊吼山有虎啊吼，天象虎山行啊，带着你的吼手气、运气、福气啊，甲勇气来后山17号南天宫丰富千岁遮拜拜就对啊。南天宫位于白河木屐寮17户部落，是一间规模不大的庙宇。主祀的方府千岁很应瓦增，帮助过许多信众事业成功，不少资深艺人也都是方府千岁的信众。取得资格赛呀，2杯就可以取得资格赛了。新春期间，只要到庙里点灯，就有一次拔杯的机会，还能拿到狼来了露营区免费露营券，直出2次醒杯就能进入决赛。在2月13的总决赛当中，直出最多醒杯的人，就可以将桌上这66万6666元创业金带回家。另外，前17名最多醒杯的人，也能拿到6666元的发财金哦。记者张寿维台南报道。为了迎接虎年的到来，由台南市北区区公所与工艺师刘静文老师、丽人国小与企业合作，打造千人彩绘虎牌与排列大型虎字图腾，透过产官学的合作，共同推动优质的宗教文化，并且祈求虎年福虎生风。因应虎年的到来，北区区公所为推广虎爷信仰，与曾经荣获台南美展传统工艺首奖的工艺师刘静文合作，将虎爷信仰与工艺结合，动员3名匠师设计1061片的虎爷木雕，并结合百年学校丽人国小的学童彩绘，透过不动产公司的赞助，日前在丽人国小的操场完成千人排字的创举。福气的活动。这个活动呢是由我们区长牵线哈，那我们的刘老师回馈我们学校，我们的大学长哈，希望我们小朋友今年虎年能够更加有福气，所以呢他捐助了这一块虎牌，让我们小朋友自己彩绘自己的老虎，然后带回家，把幸福带回家。今嘛手上提的这个虎牌，其实是这几年你在台南市办了很多的活动啦，咱的活动就是从观光局、文化局啦，然后咱这个台南古城节，如果让小朋友去在各个公庙，或许有参与到这个虎牌的一个彩绘的一个活动，这个是拢由观光局或文化局，还是台南古城节办的活动，
其实在这个学校我是毕业38年了，其实感动非常多啦。今年因为刚好也是5年，所以刘老师以及区长来到我们总部，那邀请我们参与这么有意义的活动。那在今天，我们所有的志工有来自于台南县市我们原本的台南县包括从仁德大家也是一早来这边参与这么盛大的活动。那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志工，那也非常感谢北区区长，还有我们刘老师，还有王校长，还有我们今天教育局的副局长让今天的活动这么盛大，这么成功。好，最后虎年祝福大家虎虎生风，幸福快乐。现场出席的有北区区长李黄兴、教育局副局长吴国民、工艺师刘静文与不动产公司的总经理李应吉。其中，工艺师刘静文为了回馈母校，特别制作2片大型的虎牌，分别捐给丽人国小与不动产公司。而北区区长为感谢工艺师与企业的赞助，也特别回赠北区的伴手礼致意。记者林根台南报道。接下来带您看到高雄的美景。高雄市政府透过景观绿美化的巧思规划，赶在农历春节前，把24公顷的中山大学仁武校区摇身变成一处可以供民众休息、赏花打卡的新景点。高雄市政府与中山大学合作，打造仁武新景点。市府透过景观美丽化的巧思规划，赶在农历春节前，让24公顷的中山大学仁武校区摇身变成一处可供市民休憩、赏花打卡的新景点。中山大学仁武校区的部分，它这个原先是一个校区，因为中山大学现在暂时还没办法去做新建校舍，所以我们就是为了仁武地区的广大的居民的便利性，所以我们特地跟中山大学去做合作，过来做一个整个绿美化。绿美化就是赶在今年的春节前、农历年前开放给当地的居民来使用。为创造年节的热闹气氛，在中央草原上摆设盘古拉草卷，结合虎虎生风的虎虎意象装置艺术，在新春喜庆时节，更能传递高雄在新的一年绽放热情、丰收与美丽。整个面积总共有24公顷，相关的铺设的步道、圆环，总共来回差不多1公里的一个距离。里面有种一些波斯菊、圣诞猴、樟树，还有3个志洪池，是一个非常非常环境优美的一个地方。也鼓励居民或是高雄市民可以有空，春节期间可以来做一个游玩。为迎接新春节庆，让市民朋友穿梭在城市里，可以满足不同风格的花卉飨宴，有热情奔放的向日葵及冬季草花、鼠尾草、矮牵牛等，带给民众不同于以往的赏花乐趣。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安怡里的活动中心也充满过节的氛围，利用社区课程后的时间，设计了小游戏，带领长辈们参与，更提供了小奖品，让长辈们来到活动中心有得玩又有得拿，要让长辈用快乐的心情迎向新年。长辈们屏息操控手中的盘子，比赛看谁最快把5颗乒乓球全部滚进洞里。安怡里举办的岁末活动设计多种关卡，邀请社区长辈一起来玩游戏同乐，庆祝新年的到来。是利用岁末的时候，让那个老人家重新再回想起当时那个温馨的景象啦。咱来做这个过五关。战略上好唔好？讲很好啊！我甲去募一寡物资，就互大家讲第1名、第2名、第3名，拢有奖品。顺心的叠起扑克牌，不仅考验平衡感，更要求长辈的手眼协调，一不小心就得从头叠起。刺激的小游戏让长辈们纷纷手抖冒汗，直呼十分紧张。这心脏会安尼紧张哦。即马过来手会错，咱会当来这耍游戏动咱的头脑，还有那个我们那个心脏才不会那个紧张，这样好。我觉得玩这个游戏更好。
有趣的游戏一个接着一个，让长辈们都乐开怀。在农历年前最后一次的社区课程，里长邀请长辈一起来过5关斩6将，快乐玩游戏也训练手眼协调，延缓失能，动作不会很激烈啦。激发他们的脑力，还有那个手脚啦哈。你孙老公让他们能够好像也有在运动，脑筋也有在动，非常的好。游戏中长辈们互相竞赛，而且不分名次，都会提供小奖品，让长辈有得玩又有得拿，与好朋友们共度岁末的欢乐时光，迎接虎年新春。记者邱建勋高雄报道。三民区的丰裕里也同样热闹，里长多才多艺，展出了以虎年为主题的插画展，用可爱的插画风格来呈现，让笔下的老虎少了凶梗，展现温柔的一面，民众都十分喜欢。一幅幅的精美插画都是丰裕里长亲手完成。这次特别迎合虎年，创作了12幅的作品，以藏身城市中的老虎为主题，带领观众来一趟寻找勇气之旅。那我就希望把这些作品啊，其实让大家看到是会感动的，还会有看到勇气的部分在这些创作当中。当你走出去的时候，你还可以回想到这些老虎啊，或者是一些小鸟为什么会唱歌给你听，或者是毛毛虫会带来给你什么力量。像这一幅作品叫做《时间》，它其实也是里长每天要面对很多猫。其实我把猫咪比喻成李明，就是喵喵叫这样子，那其实是一种很可爱的比喻啊。因为我一天有24小时，我都在面对黎明。结合了自身的里长经历，创作出精彩的作品，每一幅插画都充满意义，而巧妙的反差对比也让民众觉得新奇有趣。这次马里斯的展览就是很多圆形跟金色的东西一进来，然后就会觉得哦，原来小树的空间可以变得这么的有地方性，很台湾味。最喜欢马里斯做的这一幅，因为它是很少见的老虎保护小鸡，因为通常老虎都会吃掉小鸡。热爱创作的里长，平时面对里内的大小事，只能够在深夜或是清晨进行创作。借着这次的展览，不仅让创作不停歇，更能分享给大众，带来满满能量。我觉得马里斯的老虎特别的有一种童趣。可是如果你再细心的静下来看的时候，你又会看到每一只老虎其实它都有一个温柔又坚定的眼神。那我自己想象说，如果今年虎年的这一年，大家可以带着一个温柔又坚定的心情往前走的话，那我觉得今年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年。里长斜杠插画家，在服务里民之余，也不停止创作，更在插画中结合担任里长的体悟，创作出别具意义的作品，带给观众勇气，在即将到来的虎年重新出发。记者邱建勋高雄报道。去年台南月经港灯节因为疫情停办，今年强势回归，展期从1月22日到2月28日，这次也扩大展区。台南市副市长赵清贵也亲自到盐水的永诚戏院共襄盛举。等了一整年的月经港灯节，2022年月经港灯节总算在1月22号登场。去年因为疫情停办，今年准备强势回归，邀请了70组的艺术团队，展出83组的艺术作品，成为历届之最。展期更延长到了38天之久，特别在17号的上午于永诚戏院举行宣传记者会。今年月经港的这个灯节，伊是为2012年到即个已经10档啊10档期间，咱已经创造了500万观光人次，500万观光人次，会当换一句话来讲，就是讲咱全国1800万的人已经来差不多
总共要一半的人有来过咱咸水月灯港看过灯节，所以这边咱特别用心，除了有5大艺术的这个灯区以外，咱嘛有70个团队来参加这个作品的展览，过来就是讲有83个作品伫咱的月灯港来演出，这个时间延长，作品增加，过来就是咱嘛有这边特殊的唯一这边的伫这个月津港的这个船上的这个光灯的这个演出，由我们李志清教授跟我们雷虎团队第一次用水上的这个灯节的方式来呈现我们月津港更不同的风貌。活动当日，由台南副市长赵清惠协同议员以及贵宾们一起在现场抢先体验日本超夯的艺术团队 TeamLab。TeamLab 是第一次来到台湾，透过互动式的投影作品，让疫情下无法出国的大家，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跟世界做连接。我们在这次呢 TeamLab 展出的作品呢，是 TeamLab 彩绘水族馆与世界相连的版本，这是首度在台湾展出的作品。那在这次的作品里面呢，就是除了透过民众参观者他来到现场，把自己的创意或者是颜色画在我们不同的鱼类上面，透过扫描进入到就是我们的水族馆世界，变活生生的鱼。在这次最特殊的版本呢，就是我们与世界相连，所以呢，在每个不定时的时间内呢，我们会有国际有展出这个作品的就是鱼群游过来，那所以呢，我们常常可以在这个展区内看到呢，比如说来自东京的鱼群，或来自美国的鱼群。那当然呢，从台南月津港这边所有参观者画的鱼呢，也会游出世界，游到东京、美国各种不同有展出我们作品的地方。所以呢，在这次的展览里面呢，是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在疫情的状况下，我们希望透过艺术文化的交流，让世界看到台湾，台湾游出世界。这次透过5大展区将整个盐水变成光影美术馆，欢迎有空的民众在1月22号到2月28号之间来到盐水体验疫情过后要送给民众的特别礼物 Present。 记者刘品言，台南报道。成功企业家邱文柱因为白手起家，知道创业的辛苦，所以6年前和儿子邱荣元在南台湾打造共享空间，要来帮助刚起步的年轻人创业圆梦。最近他们在成大的旗舰店开幕，带您一起来看看。共享空间的想法是来自欧美，就是栽培新创业者的基地，不止环境舒适，有像家的感觉，软硬体设施也都相当齐全，有接待大厅、餐饮区等多用途空间，并提供柜台秘书收信和专业清洁打扫。对创业青年来说，可以省下庞大成本，降低风险。空间可以让我省下一些开业的成本，然后把它投入在研发我的设备上面。这边的空间属于比较美式的风格，然后开放，人与人之间比较多的互动，然后本身比较喜欢这样的感觉。邱永元表示，他过去在美国工作环境就是如此，加上很多好朋友一起聚集，刺激灵感，所以将这种文化引进南台湾。在美国呢，他习惯就是会把空间弄得很舒适，以人性化、人本。因为我喜欢那些文化，因为在那个空间里面呢，会有很多志同道合的，甚至不同工作形态的人聚集在一起。那同时在那里面呢，会有很多创作的那个灵感发生。所以呢，那我就开始建造了这样的空间。就把它带回台湾。工作上是一个很舒适、很舒服的地方，所以我们有一些就是休息区啊、软骨头区、吧台区，让他们在工作之余在里面呢，工作累了，他可以放个空间出来休息一下，喝杯咖啡。邱文柱是总经理的爸爸，除了支持儿子的想法，又在空间当中展出他82岁生涯第一次的书画展，要将共享空间注入艺术美学，疏解大家工作压力。在社会颠簸，34年、45年，然后到我75岁的话，我内人不在了。我人不在的话，我儿子说啊，爸爸无伫咧啦吼，你点样顺思念吼，袂无迄个你回来读书，给我做一个学弟。他是当我1年的书童，时间到了，爸爸来上课，嘴巴干就去啊。
目前这种共享空间在高雄、台南都有，其中成大旗舰馆有41间专属办公室，是台南最大的空间，欢迎大家到场参观。记者郭恩吉、刘品言台南报道。现代人工作繁忙，很少有机会接触大自然。接着要介绍的这家意式餐厅，就把店内用餐环境营造成丛林的风格，让用餐的民众可以用最放松的心情来吃一顿店家精心制作的料理。看到这么多的花草树木，可别以为我们来到了哪一家庭园餐厅。这是一家位在市区的意式料理餐厅，店内空间宽敞明亮，来这里用餐的感受可以说是非常的舒服又自在。餐厅的特色的话，第一个当然就是都市丛林的装潢的风格，让每一个路过的客人在可以enjoy我们餐厅的气氛。那在餐点部分的话，我们走的是北意浓郁的风格，所有挑选的食材从米面开始都是从意大利那边的原装产品。包含到起司，使用帕玛森的起司。第一个我要推荐的是我们的牛肝菌菇炖饭。那因为炖饭的话，我们是使用意大利的卡纳洛里的米种。那意大利米又称为上帝的恩赐，因为它非常的耐煮。那我会推荐我们的牛肝菌菇炖饭，做那个 Prime 级的嫩煎牛。那这个牛肝菌菇炖饭一样，我们会把菇还有意大利进口的牛肝菌菇，先把它浸泡之后，那在熬煮的时候，让这个炖饭里面充满的这个菌菇的这个味道。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在起锅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浓郁的北域风嘛，所以我们会放那个进口的那个法国的奶油。然后还有帕玛森起司去调和它，让它整个口感吃起来非常的浓郁。那这个非常神奇啊，就是牛肝菌菇跟 cheese 还有好的奶油综合起来之后，你可以在你的喉韵深处感觉到有一点好像在吃鹅肝的感觉。忠于意大利原味，食材都是从当地进口，可见店家的用心。但主厨说，虽然是主打意式料理，他的拿手手艺可是不仅仅局限在意式风味的领域，提供给大家更多餐点的选择。虽然我们是意大利的餐厅，那因为我本身在年轻的时候也游历过蛮多地方，像美式啊、日式、泰式我都有涉猎。那我觉得我一直很喜欢美国那种大气豪迈做菜的方式，所以我会推荐另外一个是美式的烤乐排。它乐排就是我们会用特殊的意式的香料去浸泡，浸泡之后呢，会涂上这个乐排的酱汁。那这个酱汁涂好之后，我们会用低温，大概160度去慢烤1个小时半。那烤好之后呢，我们再上烤酱，用比较高的温度去2次烤它。那你就会吃到这个乐排外表是可以，这个酱汁是非常的香哦。会再炙烧过，那外面是酥脆的，可是你拿刀子把这个乐排化开之后，它里面是非常软嫩的。这个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蜂蜜芥末的寿司，这样子一起吃起来，它是口感非常的丰富。想在都市体验放松的用餐环境，品尝不同国家的风味料理，这家意式厨房非常值得放进你的口袋名单里哦。记者许纯清、周福庆采访报道。全台第一间以高龄智慧照顾的医院，在成大动土之后，预计2025年底完工。这间老人医院以绿色和疗愈为概念，就是希望让病院看起来不像病院，而是可以降低病人压力，营造放松心情的空间。全台第一间老人医院由小英总统亲自动土，预计2025年底完工。除了是以智慧医疗来照顾老人的示范基地，未来这栋地上12层、地下5层的老人医院，更是要融入邻里社区，以明亮绿化的气氛，让病人心情放松。而该医院是由绿建筑天后之称的成大校友张清华所设计，希望让医院落成以后看起来不像医院。在这个
转角，我们就层层再转角，逐层退缩，把整个绿带引到上面去。所以在每一层楼都有一个日光室。那疗愈庭园就是希望里面种的花花草草，对老人家的这个病情是有帮助的。设计过北投图书馆和沙仑绿能科学园区等知名建筑的张清华，这次成大老人医院更是他人生重要的作品。他的核心信念就是疗愈，让患者虽然在病痛当中，因为空间会感觉快乐。在建筑里面感受就跟在外面一样，就是可以把大自然延伸进来，然后可以让你在住进里面，你觉得哇，很有荣誉感然后你会被这样的光线、这样的空间、这样的空间的纹路给就是产生不同的灵感。张清华强调，有一些建筑可能是一辈子只会做一次，而问到他最满意的作品，他则说永远在下一个。记者顾文吉台南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林嘉义，祝您平安顺心，我们下次见。